么复杂。我们小心这个台阶。那你等一下，一开始你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谢瑞就位之后，然后做广告完了，然后你就可以上台了。比如说，为什么会带大家唱今天的现身诗？对，稍微练一下。我早上在这里带视频。
是中明教会上家长老，我会来参加这个新学的课程，是因为几啊当前新学医中部教会有合办新学课程，我家己也参与几项过程当中，互我对圣经信仰的内涵更加深入了解。欢迎大家同我做伙来参与这样。大家好，我是客家人，我是永乐教会台湾长老，最近这课程我已经参加有5、6年之久但是这过程在内底，我就反省着，过去可能无讲介清楚介完整来了解咱的信仰。我参加这个课程了后，我发现我对信仰兄弟姊妹平安，咱礼拜早起同来到圣殿敬拜学老是介大福气，咱毋忘伫咱敬拜中间，也拢得到上帝的同在佮祝福。咱来即时来锻炼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至高的主做我的光。伫遮歌词咱爱注意的吼。第2节咱看，虽然对敌大阵则赢，我心毋免摇拽，这个是摇拽。然后咱看伊第2行，虽然有起交战要拍，我话自在无错。伊写迄字是因为无迄个字，台语无迄个字通写，无迄个错通写，所以写这个摩擦的擦吼，擦，你莫唱擦是错，我无错，无错你吼，咱常常咧讲，我无错，这是无错。顶头迄是无免摇拽。来，咱搁看第6节，互我得救，我的上帝，求你面无得面无看我的无得无得大概就安尼。来，咱来念第1节、第4节、第6节。做我的光，故意甲我救命，做我生命的大开啦，啥物话互我行？第4节，在咱的心要看我苍茫的。6节，互我得救我的上帝，求你面无敌恩，你无帮助，毋通放下，无敌看我狠狠。咱过来看433首。圣诗433首，咱真熟的旋律，咱来吟135，第1节、第3节、第5节。主皇帝是阮属乎，无有一家。安乐是大是水，心主基督，大家沙听好无？第3节，全家大水。最主圣道。
赞。大求救主点愿中恩，加做爱的路痕，来给三条你出好无，享受地久天光。请咱闭眼心来礼拜。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罗听我的祈祷。我的心失志的时，就要对地极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捌做我逃闪的所在，做我坚固的台来脱离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边，我要秘伫你十个稳密的所在。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433首，圣诗433首，恳求上帝施阮祝福。请陪众起立来吟全首。恳求上帝施阮祝福。是大
请咱议员站立，三甲来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这样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个来交读课文，课文第6篇，圣诗后面课文第6篇。咱三个来启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的灵魂静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请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愿感谢学了你。安息日的早起，阮当时的兄弟姊妹，通来到圣殿，用阮的心神敬拜，用阮的喙舌开声祈祷，吟诗学了你的圣名。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中间。接纳阮的敬拜，佮赏赐阮智慧的心，明白你奥妙的真理，活出天父的听，基督的香味，通荣耀你的名。主啊，过去的3年外久以来，全人类受病毒的侵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全世界会使讲停止了一切活动，无论生活、工作、教育、经济、交通，各方面拢停顿去。人类实在极其痛苦。但感谢主的怜悯，互疫情到了尾声，人类通阁恢复早前的生活，无阁受逐样的禁制。主啊，求你赐落早日的恩典，互阮通继续拥有仁爱、和平、喜乐的日子，互万国万民拢学了你。今仔日是台南新人医纪念主日，天父上帝感谢你伫1865年将福音的种子通过马雅各医师带到台湾，续接伫台湾骆驼、生菌、布艺、中代，拯救互福音来传遍台湾，也得到上帝美好的旨意甲先人的努力，来起造台湾新人医，造就无数的传教者，成做好牧者的园地。恳求圣神感动台湾各所在的兄弟姊妹，成做男神大道的勇士，关心甲奉献的勇士，互咱神伫头前的道路无所欠缺。继续培养福音的勇士，互上帝国伫台湾扩大，搁再扩大，拯救的灵魂日日加添，福音传遍到地极。今早起的敬拜，阮恭敬奉献伫你的脚前，求你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得到祝福。愿当心伫你的面前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学了，圣歌对所要吟的诗歌是《诚看我》。
热砍我，将我砍伫你膝下，用圣酒热砍我。请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撒母耳上卷第16章第10到第3节。撒母耳上卷16章第10到13节，伫咱周报后面有定录。16章第1节，耶和华甲撒母耳讲：我已经气杀扫罗，无予伊做以色列王。你为着伊忧闷要到偌久啊？你得用角底油满满。去啊！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因为我伫你伊的囝的中间备办一个王。撒母耳讲：我怎样通去？扫罗若听去，伊要杀我。耶和华讲：你通带一只牛仔甲你去，就讲我来是要祭献耶和华。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我要指示你所应该行的事。我所指示你的人，你着替我甲伊抹油。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伯利恒。城里遐的长老拢袅袅出来迎接伊，讲：你来是为着平安吗？伊讲：为着平安，我是要祭献耶和华，恁着清起家己，来甲我负祭事。撒母耳就互亚西甲伊遐的囝清起，叫因来负祭事。因已经来，撒母耳看去以利亚，意思讲，耶和华所要抹油的果然伫伊的面前。总是耶和华甲撒母耳讲，无伫看伊的容貌，甲伊身躯的大汉。这人是我所拒绝，因为耶和华得看无亲像人得看。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亚西叫阿比纳达，互伊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讲：耶和华无经这人。亚西阁叫撒玛经过，伊讲：耶和华也无经这个。亚西互伊遐个囝7个拢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甲亚西讲：耶和华也无经这个。撒母耳甲亚西讲：你的囝拢伫遮吗？伊应讲：还有一个煞尾，担伫饲羊。撒母耳甲亚西讲：你找人带伊来，因为伊还未来，咱无要坐倒。就找人带伊入来，伊是赤色，目睭清秀，生做好看。耶和华讲：这人就是。你起来，甲伊抹油。撒母耳就用角内的油，伫伊遐个兄的中间抹伊。对迄日起，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大笔。撒母耳起身倒去沙漠。以上愿上帝的话帮助咱。咱今日真好的时阵来南神的纪念主日，特别陈团队来到咱中间，来甲咱传讲信息。伊的题目是：你用油抹我的头，请郑团队。咱建成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吼，今仔日会使代表台南神学院来到建成教会，甲咱兄弟来请安报告。我本身甲咱的这个姊妹牧师吼是神学院的同学啦。前一站的时阵，就是牧师因去休年假的时阵，有邀请我来到遮来
来代替伊来讲道来服侍安尼。所以若是恁兄弟中间有发现讲，敢若有看过我，还是讲这个名敢若有听过，迄毋是恁的错感吼，也就是我本人之前有来过这边这样。安尼，咱要来听上帝的话的大声，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太太的主，感谢你，你好调你的奴仆来到遮来，咱建成教会的兄弟来传讲你的信息，嘛恳求你保守，互阮伫即个礼拜服侍过程中间，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得到利益。阮将我的心献上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感纳。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阮可能家己也应该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以貌取人吼，就是这敢若是咱人常常会有的这个情况吼。咱拢介意这个外表看起来真水，也是讲做了真有路、真好看的人，真好看的这个物件。当然，当咱欣赏这个外表的时阵，阮嘛期待讲伊会使有外表甲伊的内在同款，拢非常的有实力。咱只是吼，若是真正来去认捌即个人，也是认捌即个物件的时阵，定定会发现，敢若无一定。有时阵有一寡人也是物件，外表看起来真好，也毋过实在甲伊讲话，也是讲用了后，才发现，其实敢若无遐尼好。咱都知影吼，伫咱的百货公司内面的专柜，比外口的即个一般开价个美妆店的即个商品，会搁较贵真济。除了讲，这是因为因的外表的即个包装真好看、真水调啊，嘛因为有一寡的明星、一寡的艺人吼，因为来拍即个广告，将即个成本来转嫁到即个你的商品的顶面。也毋过，即个品质。因的内面甲伊的外表是毋是敢真正有相甲符合？其实就是无一定咯，就是见仁见智。有的时阵，伊的介绍无到即个专柜的一半的即个商品，可能搁较人用了后才发现哦，比即个专柜的搁较好用。但是伊的介绍其实是较假。我毋知影大家有知影，就是资生堂，就是Shiseido即个品牌无？其实这个牌仔真趣味吼，是一个日本的这个牌仔。其实因的这个经营的策略真趣味，就是因有这个专柜的这个商品，嘛有这个外口卖的这种开价的这个商品这样。后来大家去分析，也是查因的这个成分，发现讲同款的商品伫专柜甲这个开价，敢若其实是差不多的物件。毋过吼，因的这个价钱哦，其实差了2-3倍有哦。所以是同样差不多内容的商品，在专柜跟在开价，其实是价钱是差2-3倍。但是按照咱这种就是一般人、一般民众的想法，各位想讲物件差不多，安尼咱当然咪是要较俗的就好啊。也毋过实际上，要是有真侪人会因为即个专柜的即个外口的包装、伊的服务，也是讲因为这个代言人等等的原因，伊选择去买讲。介绍搁较悬的即个专柜的商品。伫撒母耳记记上卷第16章的一开始，上帝伊开始献身甲先知撒母耳来讲话。原来伫前1章的即个15章中间，先知撒母耳甲扫罗王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扫罗伊虽然打败亚玛力人来得到即个以色列的胜利，但是伊却将即个外邦人因有经济价值的牛甲羊来留的。上帝原本是吩咐扫罗讲，你爱将所有的即个物件拢一并来赶逐。因为扫罗即个作为，所以伊惹怒上帝。上帝伊甚至讲伊后悔要立扫罗做王，最后嘛将伊互即个撒母耳甲扫罗因怎
冤家，唔敢若是冤家，是从此决裂这样。所以扫罗撒母耳讲，伊对打了后，无要搁见扫罗的面。虽然这个撒母耳伊按照上帝的吩咐，安尼来做出伊甲扫罗这个决裂的这个宣告，但是其实撒母耳伊敢若亲像一个老爸失去囝儿共款，为着扫罗咧悲伤。咱会使想象着撒母耳伊竞选扫罗，为着伊抹油的迄个时阵，伊敢若亲像一个老爸咧疼伊的囝，却发现伊的囝最后受到上帝的放杀。也毋过上帝伊无希望撒母耳一直停留伫即个扫罗已经时代已经过去的即个悲伤中间，伊真紧个吩咐撒母耳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你要来抹油，互一个新的王。面对即个出乎伊的意料的即个要求，撒母耳伊其实先是怀疑，搁较拒绝。但是上帝的指示是非常的明确，非常的确定。伊讲吩咐撒母耳，你爱到伯利恒的即个亚西的厝里，伊的一个囝将要互上帝敬做来新的王。无管安怎，撒母耳伊是服侍上帝的老先知，所以伊也是遵照上帝的指示来到亚西的厝里。这个时阵其实即个撒母耳伊面对了内在甲外在的阻挡，先是这个长老吼，因对即个撒母耳的来，因到因的中间，其实因毋是表达欢迎，因是摇摇带。因为撒母耳其实是以色列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敢若亲像一个比可能是扫罗王是国家政治哦，即个撒母耳伊就是宗教祭司的即个领袖安尼，所以因对于撒母耳突然间来，其实因是非常的惊吓、摇摇带，有点可能像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总会议长啊，或是一个总统突然间来到讲要来找咱，要来建成教会，无讲什么原因吼，大家可能嘛会惊讲，哎呦，发生什么代志，伊哪会突然间要走来安尼？因担心讲，因烦恼讲，是毋是有啥物大代志要发生？是毋是有啥物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样会发生伫伊的中间。接下来就是撒母耳伊家己的内心嘛有一寡的阻挡，伊无法度来脱离即种靠着外表来判断人的即个人的限制，佮甲亲像咱人共款，咱其实嘛是定定会因为外表来评论、来评价一个人。咱知影讲吼。咱若是知影讲有啥物人啊，咱的兄弟，还是咱认捌的人，伊是台大毕业的啊，还是讲伊有出国去读过册，吼，伊伫美国伫倒一间学校，伊摕到伊的硕士、伊的博士的时阵，咱拢感觉安尼伊讲的应该是对的吧？毋过，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即个阻挡，拢无法度来阻止上帝旨意的完成。伊竞选的人，伊所竞选的王，嘛并毋是靠着外表的高大，也是讲好看来决定的。就亲像伊一再来提醒咱讲，伊看人毋亲像人看人，人看人拢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伊是会介意讲即个外表好看、水的物件。本来就是咱非常正常的一件代志，我想大家应该都喜欢看外表好看的东西。可那亲像咱若是咧看剧、追剧的时阵，介意看讲迄个真缘投的即个欧巴，还是讲即个比女吼共款。但是咱若是真正敢若只有靠外表来判断是非，因为即个人也是即个团体所表现出来的。即个形式真好看的时阵，佮互咱完全的相信伊的时阵，咱其实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因为伫因表现出来好看的外表的内面，咱无确定讲伊是咧传达安尼款的价值观，也是讲因的信息是毋是真正有符合真理。伫前一站即个 Netflix 伊有。上映了一个吼，我毋知大家有看过无吼？一个吼，即个韩国、台湾、日本，甚至是即个东亚的地区，拢非常震惊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
伊讲其实是韩国上界大的邪教之一的这个社里教，甲伊的教主就是创立这个教主叫做郑明熙的一个故事。我毋知大家是毋是有看过这，可能嘛有听过，也是讲伊对这个社里教有偌济的认识。虽然讲伊是一个伫韩国来发展的一个宗教，但是其实伊伫台湾嘛有伊的分会。伊叫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其实咱若是讲听即个名，感觉敢若无啥物问题啊，就是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听起来是真正常的一个宗教，一个团体安尼。因聚会的人数有超过4000人，其实比咱的教会佫较济吼，可能毋敢若10倍安尼，遐尼济人安尼。嘛有分享讲，其实名看起来真正常，因聚会看起来其实嘛真正常。佫亲像因有迄款的小组的活动啊，团契的聚会，伊嘛鼓励伊的信徒来过即种健康积极的生活。实际上，敢若拢看起来拢非常的美好。因内底的即个所谓的哥哥姐姐吼，学长学姐安尼，伊嘛是伫社会生活有成就的一寡人，所以因嘛愿意来分享因的成就，就是建立人脉吼。所以互新来的这教友、这朋友，因感觉非常，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看，呈现的都非常美好的一间教会这样。所以当因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时阵，因的内心感觉非常的这个冲击。因所敬听、所尊敬的这个教主，就是这个郑明熙，竟然是这么可恶的这个犯罪者。其实若是讲无看这个正面积极的这种外表，咱就会发现讲，因的教导是有一寡的奇怪。亲像因会阻止讲，恁来会友，恁莫去网络去查讲，咱的教会有啥物问题。遐个新闻所报道的拢是假，因是为着要攻击咱的教会、咱的教主，所以才会发生这件代志。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试探、邪灵的攻击这样。佫有这个教主嘛，定定会讲到甲性跟性有方面的这种教导这样。佫教示这个姊妹讲，恁是上帝的新娘。那上帝是谁呢？他说，伊家己就是这个耶稣再临。他有一个论证就是耶稣再临的时候是1940几年的时候，拄好就是伊出生的时阵。所以安尼一连串下来，就是你无发现，你因为伊的外表非常的好看，伊参加投入之后，你发现讲，伊这个教导怪怪的时阵，拢无去注意到。所以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想要将这个荣耀甲伊的才能拢归互一个人，咱就要发现讲，其实这种讲法、这种信息是有问题的，咱拢需要注意。咱转来到这个台北的故事吼，这个亚瑟的囝，伊所有的囝，一个的来到撒摩尼的面前。却无一个人得到上帝的拣选，伊感觉非常的困惑的这个撒摩尼，伊讲敢若只好搁较一摆会确认讲，敢所有的囝拢来，你所有的囝拢来到遮吗？这个时阵才发现讲，亚瑟要有一个上介细汉的囡仔，上介细汉的囝，伊伫外口咧饲羊。当然，这个囡仔就是咱所认捌的大卫。为什么大卫一开始伊无伫即个现场呢？有些人可能认为讲，伊是毋是被这个哥哥伊的家族来这个排挤呀？那毋过更较可怜的是，亚瑟伫迄个时阵无算是非常的有钱的一个家庭，所以因有真济的精神，也是有真济的财产，但是也无够业，有钱到会使请所有的即个雇工来甲斗相共，所以敢若留来即个上介年轻、上介细汉的即个大卫来当做即个雇羊的饲羊的。其实这嘛是定定表明了咱伫大的家族内面有的状况。即个咱的长辈甲年长的兄弟，通常会互当作是头。较细汉、较年幼的，定定会伫重要的即个场合的时阵，会互忽略，也是讲就是伊的意見。就是互忽略的，无法度发表家己的意见，定定拢是等到这个代志拢已经决定啦、决定了之后，
这个因才互交代，他们的事情才被来交代这样子。所以咱有一句这个俗语吼，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就是咧讲这种情况，就是伫这个文化来发展出来的。无想到的是，当大卫出现，上帝马上就有明确的这个指示，就是伊对撒母耳安尼讲：你要用油来抹伊的头壳。其实这嘛印证讲耶和华一开始伊所讲的，就是伊毋是看人的外表。撒母耳看到人的外表，看到大兄，看到这非常的外表的悬大，伊就想王应该是生了这个款的型，但是发现其实毋是安尼。上帝所教示的，就亲像马太福音甲咱讲的，伫落尾的要做大成。这是一个甲现代咱这种功利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完全无共款的价值观。咱总是会将咱的目睭、咱的注意力放伫遐表现搁较好，也是讲趁较侪钱、较有社会地位的人的身上。咱嘛期待认为因才是来领头、来做领导的人。常常忽略，常常头一个人默默的做真侪平常的工课不起眼的工作吼，敢若亲像若是咱无一定会注意到，是外口咧种田啊，还是拍这个造桥铺路，做这些很基础的这些工作的人，但是其实拢是遮个人，因每一工的付出，才会用互阮来建立起咱每一日的日常的生活。也毋过上帝却伫即个社会氛围中间，伊看见大卫，伊甚至亲自竞选即位年纪轻，看起来嘛无亲像做过领导者，伫重要的定学中，也会因为互忽略，才确实的即个大卫。大卫受到上帝的竞选，直接徛到以色列中心的舞台，伊真做会接续扫罗的后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大卫的新的时代要开始了，伊影响毋敢若只是规个民族、规个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政治的历史，嘛真做犹太教到基督宗教的根源。无拍算伫即个时间，亲眼看到即个仪式，敢若只有亚西因全家甲撒母耳本人。因伫迄个时阵，可能嘛拢也毋知影即个抹油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即个大卫敢若亲像讲，像是一个空降部队吼，突然间伊个出现，安尼个咧真做以色列后一个王。伊无任何的实际的领导的即个成绩，安尼对真做国王，咱可能嘛会感觉讲是毋是怪怪？也毋过对伫大卫的成功，咱其实无法度来忽略伊的迄个牧羊、顾羊的即个经验。伫无人看见的时阵，伫野兽咧要攻击羊群的时阵，大卫伊其实拢是每一日来去看伊的羊群，来击退遮个狮、遮个熊。伊爱护、疼惜伊的羊群。嘛是伊下生真做一个好的牧者，也是好的国王的关键。伊为着伊将来，嘛是遮个所伊伫牧羊的时阵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伊将来会用真做以色列国王来做准备。当伊一个人伫即个外口咧放羊饲羊啊、无聊咧，即个抹石头啊，也是咧来即个攻击即个狮的时阵，伊可能无想到有一天，伊家己会真做即个民族的英雄，他击退了歌利亚。嘛无想到伊有一天会真做即个以色列的国王，但是伊犹原尽心尽力会来完成伊每一天所交托的任务。毋知影各位兄弟姊妹有经历过着，也是看过、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伫教会中间，咱常常会欣赏遐个徛伫台仔顶的服侍，亲像徛讲台啊、讲道啊、诗会啊，也是弹琴啊，也是圣歌队的服侍等等。但是咱无一定会注意到，讲因背后也是私底下经过偌济的努力，
每一天可能要有偌济时间的练习，才有法度来完成这个伫台下顶的这个服侍的任务。我家己是对我幼稚园的时阵，就开始咧学这个钢琴吼，古典的钢琴这样子。我相信咱的兄弟姊妹中间一定嘛有真侪有学过音乐、真有温数的这个服侍者，无论是弹琴、唱歌，也是弹吉他等等。毋知影大家毋是有听过一种的讲法，就是讲即个你若是要学琴吼，你爱趁细汉的时阵，因为你若是较大汉的时阵吼，你的声载佫会变较重，佫无好学。我毋知大家是毋是有听过即种讲法安尼？当然吼，因为我伫真细汉就开始学安尼，所以我无法度亲自去验证、去检验说，即个讲法到底是对还是毋对。也毋过后来呢，我到即个神学开始读神学院，到教会去实习做新学生的时阵，定定嘛会需要就是做司琴的即个服侍。互我印象上真深的一件代志，就是我开始到一间比较偏远、比较偏远的即个教会去实习。因为无法，因这个青年的人口拢外流啊，就到比较都市的地方去这样，所以因拢申请新学生来做因每一个礼拜的这个司琴的服侍。迄个时阵去的时阵，就是开始有一寡教会的青少年，大概就是高中生的这个年纪安尼，因个看到我咧司琴咧弹钢琴，因个对这个代志真有趣味，真有兴趣安尼，个走来问我讲，家弟姐，可不可以教我弹琴？敢袂使教我来弹钢琴安尼？当然就是一种服侍教会的心情，我当然嘛是甲因讲好安尼。对遮因进前完全拢无学过钢琴，嘛无袂晓看谱的遮的即个小朋友，当然是这种最基础的开始嘛，就是哆哆瑞瑞咪咪的遮的这种最上介简单的开始安尼。也毋过，可能是发现这种哆瑞咪的这种练习伤过无聊啊。这青少年吼无偌久吼，上一堂一节还是2节课，佮放弃哦，算因家己的手机啊去。嘛是即摆的经验，互我有一寡新的体悟吼，就是其实要学钢琴爱趁细汉，我感觉毋是因为伊的称载是较活还是会定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你个心态的问题。伫细汉的时阵，因为阮啥物拢袂晓，阮本来学所有的物件，拢是爱上最简单、最基础的开始。对学波波么、哆瑞咪、1、2、3，咱拢是最简单的开始。也毋过，当咱渐渐愈来愈大汉，咱会晓的物件愈来愈侪了后，咱若无习惯，嘛无介意将时间开伫一寡非常基础、非常简单的物件顶面。特别是亲像学音乐这种，其实你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咧练习。每一天伫别人看无的所在，你爱伫遐练习上介简单的物件，无一定会先马上看到成效。所以咱会讲，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有讲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其实这物件拢是咱对细汉的时阵所累积出来的，但是阮即马当咱年纪愈来愈大，咱无一定愿意佮继续来做即种需要每一天无聊的练习、无聊的重复的事情。也毋过，这可能就是代表时代所代表的，是咱的这个世代咱所期待。咱相信每一个小人物，每一个不起眼的人，拢会使伫家己的工课甲即份中间来尽心尽力。也毋过，虽然讲伫世界的眼光来看，咱的做可能无一定是互看重，也是讲是较次要的即个任务。但是，咱永远毋知影上帝要安怎来使用咱。咱平常的即个累积，伫面对重要的时刻时阵，拢会发挥伊的作用。讲亲像前一阵子吼，咧看即个棒球的即个经典赛吼，大家应该真认真咧守伫即个电视面顶。若是无因即个平常，若是无因锻炼伊的体力，
一球一球又一球的投，伫关键的时刻，因是无法度来发挥因的这个攻击的这个打手的这个得到分数这样子。其实嘛，亲像咱的基督徒共款，咱若是讲无咱每一日的这个灵修祈祷，可能嘛无法度是重要也是关键的时刻来讲出安慰、劝勉、鼓励兄弟姊妹的话。大卫的故事提醒咱讲，咱毋通轻看遮个小人物因的付出甲努力。上帝伊是检察咱的心，伊会按照人的内心来精选伊所爱精选的客民。若是按照咱的旧约圣经，敢若只有国王甲祭司才有权利来受到抹油，也毋过到今仔日，咱受到上帝的精选。无阁只是安尼，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可能受到上帝的警调，要来完成伊所交互阮的任务。阮的日常生活嘛，常常会面对一寡非常琐碎的非常无用的代志，但是当咱每一日无放散的一起来做的时阵，常常都会伫关键的时刻来发挥作用。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其实，伫新学院内面的学习，嘛常常是亲像这种小人物的练习。每一日的学生，因要来读圣经，来做这个读经适应的时候，嘛拢是伫这个台仔顶面前，大家所看无的这背后的这个工课。伫南新的这个新学院的这个新学教育中间，其实非常需要咱的关心、支持甲带导。要鼓励遮个新学生，因伫伊的生活中间，真正是每一日的不起眼的这些服饰，都可以得到，都能得到伊上帝的感染。咱即摆来看一篇。台南新学院的这个纪念主日的这个影片。当然得到伊上帝的感染。即摆来看一篇。台南新学院的这个纪念主日的这个影片。大家平安，音乐是上帝非常奇妙甲美好的创造。感谢上帝，互我伫南城学习，我学到真好的教会音乐的专业，会当知影安怎甲音乐安排伫礼拜当中，互礼拜诚做芳芳的坐。毋望这个音乐礼拜会当诚做信徒诚实的敬拜，这个音乐礼拜诚做上帝的喜乐。伫台南新学院的学习，毋但互我的神学观更较开阔，伫学院中的生活，也感受到伫同学中间团契集体的温暖。感谢侪为着阮带导以及陪伴甲支持我来读新学院的朋友、亲人，有你的扶持甲关心，互我伫装备过程中会更较有快乐。感谢大家。开阔，伫学院中的生活，也感受到伫同学中间。大家平安，我是中明教会张家长老，我会来参加这个新学系的课程，是因为几年当前新学院和中部的教会有合办新学的课程，我家己也参与伫几年学期的学习。过程当中，互我对圣经信仰的内涵有更较深入的了解。欢迎大家和我做伙来参与这么样有意义的课程。大家好，我是客家人，我是永乐教会园长老退任。这课程我已经参加有5-6年之久但是在这过程的内底，我就反省着，我过去可能无讲介清楚介完整来了解咱的信仰。我参加这个课程了后，我发现我对信仰更较明白，
搁较清楚。我借这机会我来邀请嘛推荐大家一定爱来上这个课。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敏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平安。伫台南神学院修宗毕第2年，无论是伫圣经研究、神学课程以及牧会实习，拢互我得到足侪经验甲财目，以后会当真做牧会的帮助。伫2年中间，也真做学生会同工，伫这个学生会内面举办大大小小活动，互咱全校的师生会当做伙团契。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对男性服务的感谢你为着神学教育的付出，会当互我不管是热体还是冷体，拢有足好的一个。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借着这个所在，甲咱请安甲报告。感谢过去咱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台南神学院伫这个所在成立已经超过150年，通讲是台湾第一个宣教的所在，所以互人比喻做宣教的台盘。咱拢知伫现代社会混乱，人的心需要改变。神学院是一个培养人有使命、培养人改变生命，而且是有造就了去传福音一个真好真主耶稣交代咱的责任的所在。现在台南神学院的硬体、软体拢已经有真大的改进，包括师资嘛拢有真侪真好的加入。欢迎大家来读台南神学院，嘛会当为着台南神学院继续关心、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爱命令人着加抓着花，喜爱人着彼此相惜。约翰福音15章16节。台南神学院，大家来到底。嘛邀请咱的兄弟做伙来关心男性的事工甲好势，咱做伙压头来祈祷。跳头的主，音主的主，因为你的疼，互阮用得到警调甲精选。阮活伫即个世上，有逐款的角色甲逐款的职分，求你互阮明白，阮手所做的拢毋是空空着无，嘛互阮伫每一日的任务、日常的生活中间，拢会使学习来荣耀你的圣名。安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阿免。请咱刷一个音回应的诗，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至高的主做我的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至高的主做我的光，故意甲我救命，做我生命的大开咱生命为互我行。虽然对着大地残影，我心不免摇晃。虽然有去高前被拍，我为主再无错。我们对主托起海，
美妙灿烂，在咱的心要看我苍白的无边，危险的时刻我乖乖地石板顶徛起，主伊是对我讲一句，大家着来记我，我的心肝有因伊讲，主啊，我爱困我，互我地求我的上帝，求你面无敌恩，我的目放zan唔通放撒，无敌挂我远远。阿门。请坐，奉献，请事献的当间说法。请会众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公道的时间，请咱来看周报内页，大道的事项。第一项，咱感谢上帝，伫讲道中间来养饲咱，愿主圣神催迫扶持咱的心，佮用具体行动来回应上帝。第二，为着机体欠安的兄姐，陈经主、刘慧英、陈王南、林尚耀、洪甘基、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吴玉梅、陈秀荣、杜娇、郭仁吉、陈义丽、林依诺、朱小雷、洪英铁，咱佮有伫福建的中间的陈兆明、王树军、刘惠忠、李碧莲、苏凯华，佮有陈义军、黄建如、潘天宇。咱为着以上这的兄弟姊妹，无论是欠安，还是伫福建的中间，求主圣神安慰、扶持、医治，拢临到因的心中。
第三项，咱为着南台湾的水资源的分配甲取得，为着物价波动、民生的安定，搁为着土耳其的地动的震灾，特别是乌俄的战争，咱求主圣神来显明，将所有的事通照伊的心意来行，咱同心开声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真侪你所创造的囝儿，伫世上愿来管理，愿来享受你所做的一切。主啊，伫阮的日子中间，最困苦艰难为累伫阮，特别是鼻痛，最兄弟因的心情软弱的主，求你感谢你的。这个世界，刚搁一摆得到真爱、和平、公义。主啊，帮助阮台湾的困苦中间，也搁主你无万看见上帝的爱、善的地。主啊，感谢你。天父上帝，感谢你，主日的礼拜中间，通过你的话，搁一摆互阮明白，你是看人的内心，无看人的外表。求主帮助阮，互阮学习。我来感谢你，伫南城纪念主日，差派全团队到伫阮中间。主，阮知这个学院。是主你的传道人，你所牧养羊群的牧者造就的所在。主啊，过去100多年来，因所做工，主你清楚，你也看见。求你继续加添气力，加添因所需要的，拢丰丰足足充满伫因的中间。教会兄弟姊妹，有做。无论是疫情所带来的惊吓、甲困扰，久袂当来到伫教会，但通过疫情伫落尾的时阵，阮相信主你的听，犹原要呼召因继续倒来到伫教会中间三个敬拜，身躯的软弱袂当成做因的主动。主你的听，永远伫阮的中间做阮的结连。关伫台湾这个岛屿徛起的时阵，实在有侪艰难困苦，无论是资源，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各方面，主啊，求你公义显明伫阮，照顾阮这个岛屿，互阮安然徛起伫遮，无受到遭害。主帮咱伫全世界各所在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祝福，加添的所在，主愿拢求你一一照你的旨意行伫这个中间。这是阮也要三个名主所教示我的祈祷文，三个的祈祷讲：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咱来看教会的消息。顶礼拜聚会的状况，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金额，拢伫这个所在，请咱关心。下礼拜的侍奉者也请咱注意。教会消息第一条，本主日是台南城乡纪念主日，咱感谢增加的团队所带来的信息，愿上帝这对
才着咱会关心奉献，通培育更较侪传道人，互福音会当继续来正确宣扬。第二项，4月7日就是要举行咱的清明的联合追思礼拜。追思礼拜是采取登记制，登记的时请注明礼拜的场次，要参加联合追思的达人的遗族，上班伫3月26，也就是后礼拜，要爱到柜台登记，佮交个人的相片互监事吼。一个人一位的个人通2张相片，2张吼，一个个人通2张相片。若是伫台语礼拜甲华语礼拜拢要共同的个人需要追思2张的即个追思的相片，通无共款。来，咱佫一摆加强报告，就是请咱会记的，这是登记制。若是你爱伫礼拜中间要追思个人，请你的确就伫教会柜台来登记，安尼监事才会当替咱做遮的安排。若无的时阵，恐惊无法度报出的时阵，你的心会有遗憾。所以请咱会记伫吼，爱要伫礼拜中间追思的兄弟姐妹，你的个人要追思的，请你的确就伫教会柜台来登记，通互监事来设法。第三项，4月7日拜五暗，7点半举行耶稣受难的礼拜。要伫台北中会中区正教会要联合礼拜啦，佫有圣餐吼，圣餐礼拜是咱知美牧师主礼，义结牧师讲道，本堂的圣歌队就献诗，邀请会友三甲参加，是伫大洲埕台北市大同区甘州街40號，这是咱逐年拢有的受难礼拜，请咱兄姐侪人通三甲来参加，纪念耶稣的受难，然后伫遐三甲守圣餐，特别邀请咱会友的确就侪人来参加。团契消息，本日上午9点45分，金色团契聚会吼，早间生活的分享，主理是开发执事，因伫4楼已经伫4楼的所在伫聚会吼。具体的消息。3月22日就是后礼拜3的上午11点半举行刁明兄的告别礼拜。会总了后要种伫个阳明山的第一公墓至善园，这是因为二边的迄个礼厅的空间有限，所以干那牧师甲至亲的家属参加遗族。多谢咱正兄姐的关心甲带导，所以大概就无法度侪人去吼。这是牧师甲至亲的家属参加，咱游园伫基督的中间纪念刁明兄，美俊姐有伫咱中间，咱通礼拜后通对美俊姐递安慰的意思。奉献的名册就伫这个所在，然后出入请过去来订正。咱来吟上咏圣诗512首，吟诗后请陈传道祝祷。请起立吟圣诗512首。愿咱求主耶稣基督的名稳定主名，地美上帝。Kita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同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个礼拜到这，请咱默祷闭会。